看现在10位车手啊，除了乔纳斯拉普也是因为一个单飞的时间比较长啊，这个时候呢是跟在了这个推手集团的后方呢做一些体能上的一些调整，其他的10位选手呢都是加入到这种快速轮转的配合当中，整体的这个速度呢拉的还是比较快。在他们身后呢是有一个7人的追赶小集团。那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最后的5.5公里。目前在最前方是有11人的一个突围小集团，包括3号布兰包括像51号阿基雷、202号格纳森凯塞多这些这个个人总积分包括在原点山和绿山的这个排名当中都是一些非常有力的竞争者。还有最后的5公里。追击集团7人的小分队，应该对于前面的原点山集团没有太多的杀伤力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山和蓝山蓝山也是在这个集团当中。朱指导，目前车手们已经进入一个冲刺的状态了吗？他还是已经进入城区，但真正的冲刺呢，要进入到最后的3公里，然后开始做战术上的这个带冲。因为像这个小集团它不像这个整个大集团的冲线。大集团呢，你要是在这个100多人的车手当中呢，去选择一些路线好的、有利的位置的话，就要提前去做这个位置上的拼抢。但是人少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的终点呢，道路又比较宽阔，所以在冲刺的时候呢，不用提前去做太多的这样一个站位的考虑。所以大家都处在蓄势待发的阶段。是的，所以像今天我们公园回来的时候呢，来演播室的路上呢，看到这个8车道的双向8车道的路，那真的是你放开了冲了啊！也就是想要去做一个说窄路的卡位不容易的，对，你总能找到适合自己并且没有干扰的路线的。穆鲁布兰现在也是在最前方在领骑啊。穆鲁布兰也是去年环青赛的黄山获得者。对，23年和25年2次拿到了我们环青赛的黄山，并且呢，从23年到25年连续3届都是绿山的拥有者。还有最后3公里。对，已经来到非常宽阔的这个终点前的直道了。已经进入城区了。现在看看阿斯塔纳车队呢，3名车手在这个突围阵群当中，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好的战术配合？阿斯塔纳就像前面2个赛段一样在终点前还是很好的控制着主集团或者控制着目前的突围车阵。速度带的是越来越快的，穆鲁布兰始终处在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最左侧粉色比赛服法贡内斯先来到车尾，但是并没有说放弃赛段的争夺，还是要进行一个轮转。穆鲁布兰目前排在第3位。穆鲁布兰现在从左侧杀出来，再做一次轮转。对于这些高水平的职业车手来说的话，目前去卡位和发起进攻呢，还为时尚早。对。喜德士阿斯塔纳前面4位车手，应该是3位车手都是来自于喜德士阿斯塔纳。人数上有着绝对的优势啊。阿斯塔纳的总体实力还是非常强的。是的，世巡赛的底气。我们看一下巴斯克电信的2名车手呢，这个时候呢，反而是退到了整个车群的这个中后的位置。对。是在做一些蓄势呢，还是在战术上呢做一些这个调整呢？好了，最后的1公里了，距离终点呢还有最后的1公里。
巴斯克天信两位车手并没有在一个位置上啊，现在是在阵型的一左一右，阵线的前方两位车手都是来自于喜德盛阿斯塔纳。镜头当中看到今天的冲刺终点门的这个附近啊，道路非常的宽阔啊。我们看到阿基雷先是率先发动了攻击、啊，阿基雷发力了，罗德里格斯快速的响应，穆鲁布兰是跟在罗德里格斯的后面。阿基雷这个启动给的是非常的突然，非常的突然。现在后面的大部队有点跟不上他，终点就在前方，大部队还在努力往前赶，能不能吃回来？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啊？那追上了，发射的有一点早。 是，但是阿基雷还是处在第一的位置啊，有点早啊，应该是进入到最后300米的时候。穆鲁布兰这边是发力了，穆鲁布兰现在画面最靠前的就是2次黄山获得者穆鲁布兰取得了第一的位置。原点车凯塞多跟在第2，穆鲁布兰拿到了赛段的冠军。实力是真的强，经验是真的丰富啊。 穆鲁布兰的这个作战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啊，经验非常丰富。阿基雷还是发力有点早。对，阿基雷，我们通过这2天比赛会感觉他还是一个比较积极型的车手啊，不愿意在后面一直久居人后。是的，啊，包括今天你看，在这个上坡1级坡和2级坡的时候呢，去带领这个。 罗德里格斯去追前方的这个拉普的时候呢，他还是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用力啊，对，不遗余力啊。这场比赛是穆鲁布兰的胜利，但是显然也是阿斯塔纳车队的胜利啊，凭借着这一个。